黑影人跟蹤掂下半身，咖啡妹話好怕，唔係索出嚟噶，今次係堅噶。尋日凌晨，咖啡妹連發2個 po， 話佢夜晚10點喺屋企附近買完嘢，翻屋企途中 feel 到有個黑影一直跟住佢。佢話初頭冇懷疑噶，只係想快啲翻屋企，但行到天橋就覺得個黑影人進一步貼近佢，佢更快，敵更快。到落天橋，咖啡妹終於忍唔住，趁冇其他人，佢就靠右停低，個黑影人仲差啲撞到佢添啊！之後佢就狠狠怒逼個黑影人，黑影人就似乎被識破咁，快嘅子彈火車咁衝走咗啦。大家見到都好擔心咖啡妹啊，包括好姊妹長腳蟹。好在最後咖啡妹都企得穩，翻到屋企心先定落嚟咋。仲話街上面真係好多奇人，叫絲打們翻屋企要小心啊！尋晚佢出席台慶，講翻件事，原來當時咁我琴晚咧，我係着咗套緊身嘅運動裝啦，即係長衫長褲，但係比較貼身嘅，因為我感覺佢係想用佢嘅身體去碰撞我下半身嘅。不過就冇報警，因為驚唔受理喎。